食到尾90岁的出名歌戏艺师洪明雪老师，2018年获新北市政府登录做传统艺术保存者。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去年为伊出一本有声册，记录伊甲小妹洪明秀姊妹仔的歌戏故事。今日团结中心特别邀请洪明雪老师来甲大家分享伊的歌戏经验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因为我已经老啊。 我搁几个月啊，就90岁啊，早伫我这来退啊休哦。歌戏艺师洪明雪灵感一来，就随表演一段，展现累积一世人的歌戏功夫。除了唱给观众听，洪明雪也分享以前科技也无发达的时阵，戏班安怎展现火烧红莲池的场面。那头前就是布的，要甲放火烧。即摆吼，阮内面的布景就是一边哦，拢用盐片的。是。盐片就是用咱的面啊洗咧。再用咱的乌豆仔迄落油啊，甲高咧。再用迄落咱的点芒啊粉迄个，用迄甲武器，火就拢规个倒起来。 洪明雪是台湾出名歌戏演员，为细汉就开始学戏。2018年，新北市文化局登录做歌戏保存者。去年底，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也为伊甲小妹洪明秀出版有声册。团结中心表示，现在是因在进行传统艺术保存计划。 会保存这个传统艺术的记忆，还有人的记忆，因此我们有个口述历史。那么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85位的艺师呢，已经加入我们的口述历史的行列。团结中心表示，这个计划已经有85个艺师，有来自歌戏、布袋戏、传统音乐、阵头等系。现在是也当咧启动所谓保存计划，计划用360度影像记录的方式，把每个艺术的技艺、技术拢保存落来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